大家好，歡迎收睇點解歷史。今日我哋講一個地方，有人叫佢做拉丁亞洲，有人叫佢做亞洲的墨西哥。呢兩個外號聽落去好似唔係太好聽，但係細諗之下，卻精準得令人啞口無言。天主教文化滲透每一個角落，熱情奔放嘅性格，長期被殖民嘅歷史，根深蒂固嘅貧富懸殊，幾個大家族把持政治幾十年。呢個國家就係菲律賓。你可能成日聽人講菲傭、馬尼拉、杜特爾特，但你真係識佢嗎？呢個國家喺東南亞一大片佛教、伊斯蘭教嘅包圍之中，偏偏變咗亞洲唯一一個天主教國家。呢度嘅人聖誕節慶祝足足4個月，但同時又係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嘅地方之一。呢度出產全球最多嘅海外勞工，但係本地打工仔嘅人工係咁低。呢度嘅政治係幾個大家族世代控制嘅舞台劇，獨裁者個仔可以光明正大再次上到位。呢個地方究竟係點樣變成今日咁樣嘅呢？我哋由幾千年前講起，跟我一齊睇落去啦。第一章：海洋民族與十字架。菲律賓係一個島嶼國家，超過7000個島，散落喺西太平洋之上。要講佢嘅歷史，要由一場橫跨太平洋嘅大遷徙講起。大約3000至4000年前，台灣嘅南島語族開始踩住獨木舟向南擴張，一個島接一個島咁跳，落到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再往東一路飄到波里尼西亞，最終去到夏威夷同新西蘭。所以菲律賓人嘅語言同台灣亞美族係有親戚關係㗎。太平洋嗰邊嘅毛利人血脈源頭亦係同一批人，呢批人帶嚟咗水稻耕種、航海技術同織布工藝，奠定咗菲律賓文明嘅根基。喺西班牙人嚟到之前，菲律賓從來唔係一個統一嘅國家，而係由無數個叫巴朗蓋嘅小社群拼湊而成，各自為政，互相之間有生意往來，亦有打仗。每個巴朗蓋大概30至100戶人家，有自己嘅首領達圖。呢種制度同今日好多人認識嘅村長制度其實係一脈相承㗎。呢啲社群並唔係與世隔絕嘅原始部落，早喺公元10世紀，馬尼拉灣一帶已經有繁榮嘅貿易港口，同中國、爪哇、暹羅都有往來。中國人帶嚟瓷器同絲綢，換走黃金同蜂蠟。馬來商人沿住海路北上，帶嚟咗伊斯蘭教。早喺西班牙人嚟到之前大約100年，伊斯蘭教已經傳入菲律賓南部，建立咗蘇祿蘇丹國，係一個幾有規模嘅政權。版圖延伸到今日馬來西亞東部嘅沙巴地區。如果歷史行另一條路，菲律賓有機會變做一個伊斯蘭國家，但係一個葡萄牙人嘅出現，將呢條路封死咗。1521年，麥哲倫帶住西班牙艦隊抵達菲律賓中部嘅宿務島，留低傳教。佢成功說服當地酋長信天主教，搞咗場盛大洗禮，睇落一切順利。但麥哲倫犯咗一個致命錯誤，佢以為自己可以幫當地部落去打仗。隔離麥克坦島嘅酋長拉普唔肯低頭入教，麥哲倫親自帶兵渡海，結果等住佢嘅係一場伏擊。麥哲倫中槍中矛，死喺淺水入面，連條屍都揾唔返。佢啲船員抌低佢走佬。最後靠剩返幾個人完成咗人類第一次環球航行，將麥哲倫死訊帶返歐洲。今日菲律賓人當正拉普係民族英雄，全國嘅魚檔周圍都見到以佢命名嘅拉普魚，就係香港人食開嘅石斑。呢個細節係真實嘅歷史遺留。麥哲倫死咗，西班牙冇放棄到，幾十年後捲土重來。1565年以西班牙王儲菲利普2世個名，將成個群島命名為菲律賓，首都設喺馬尼拉。西班牙嘅殖民統治有一個同其他帝國完全唔同嘅特點，宗教先行。傳教士深入每一條村，用當地話講道，起教堂，搞洗禮，將分散各地嘅小聚落合併做傳教鎮，方便集中管理，亦方便收稅。呢種宗教滲透有幾深？深到300年後嘅今日，菲律賓仍有超過80%人口係天主教徒，係全球第3大天主教國家，僅次於巴西同墨西哥。菲律賓人喺聖誕節由9月開始已經播聖誕歌，
足足慶祝4個月，全球最長嘅聖誕節慶祝係有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㗎。西班牙人亦有一套精明嘅間接管治模式，保留原有嘅部落首領，只係喺上面加咗浸殖民官僚。原有精英只要效忠、準時交稅，就可以繼續剝削自己族人，世代傳承。呢個模式就係今日菲律賓政治王朝嘅直接起源。幾百年嚟換湯唔換藥。馬尼拉作為貿易樞紐，吸引咗大量閩南生意人定居，人數最高峰嗰陣超過10萬，遠遠多過馬尼拉嘅西班牙人。人多就出事啦。西班牙人對唐人街咁龐大嘅人口係既依賴又驚啊，3番4次屠殺賢人，每隔幾十年就嚟一次大殺戮，死傷人數以萬計。但每次屠殺之後，新嘅中國移民又源源不絕咁湧入嚟，因為離開中國嘅窮苦大眾真係冇第二條路行㗎，就係喺一次次殺戮同一次次遷入之中，賢人血脈同菲律賓本地人逐漸混合。今日菲律賓嘅大商業家族10個有7、8個都有中國血統。300年殖民並唔係風平浪靜㗎，最持久嘅抵抗係來自南部嘅穆斯林。西班牙人蔑稱佢哋做摩洛人。蘇祿蘇丹國從未屈服，同西班牙人嘅仗斷斷續續打咗300幾年，南部問題一直延續到今日。進入19世紀，西班牙帝國日薄西山。菲律賓出現咗第一代接受西式教育嘅知識分子，開始諗我哋究竟係邊個？點解要俾人管？其中最出名嘅係一個精通11種語言嘅醫生兼小說家，佢用文學諷刺殖民統治有幾黑暗，俾殖民政府視為眼中釘。1897年俾人公開槍斃，死嗰陣先至35歲。呢個人就係荷西黎薩，今日菲律賓嘅國父。幾乎每個城市廣場都有佢嘅銅像。黎薩死咗之後，真正嘅革命爆發。革命軍打贏咗部分西班牙駐軍，喺1898年宣布建立菲律賓共和國，係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菲律賓人以為黎明終於嚟到，但接住落嚟發生嘅事，比300幾年嘅西班牙殖民更令人心寒。第2章：美國殖民、二戰與獨立。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艦隊殺入馬尼拉灣，一個上晝就將西班牙艦隊打到全軍覆沒。西班牙打輸咗，以2000萬美金嘅價錢將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一齊賣埋俾美國。成單交易冇一個菲律賓人被問過意見。菲律賓革命領袖亞奎納多起初以為美國人係盟友。話晒美國自己都係喺英國殖民之中獨立出嚟，總唔會再去殖民人哋啩？佢太天真啦！美國人根本冇打算俾菲律賓獨立，而係要取代西班牙做新嘅太平洋霸主。菲律賓人憤而反抗，美菲戰爭喺1899年爆發，係美國歷史上最容易俾人忘記嘅一場仗。雙方喺叢林同稻田之間打得好勁，美軍用極端手段燒村。夾硬遷移平民，對俘虜灌水逼宮。菲律賓嗰邊嘅死亡人數，各方估計由幾萬到幾十萬不等，大多數係平民。1901年，亞奎納多俾人捉咗，被逼宣誓效忠美國。菲律賓正式變成美國殖民地，又一次冇人問過菲律賓人願唔願意。美國人嘅殖民方式同西班牙人截然不同，西班牙人靠教堂，美國人靠學校。佢哋大規模起公立學校，喺美國本土請咗幾千個老師遠渡重洋，用英文教書。今日菲律賓係全球英語人口第3多嘅國家，英語能力係菲律賓勞工喺全球競爭嘅最大優勢。某程度上，美國殖民留低嘅印記比西班牙仲深。1941年12月，日本人嚟啦。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幾個鐘，日軍轟炸機已經出現喺馬尼拉上空。美菲聯軍節節敗退，美軍最高指揮官麥克亞瑟將軍最終坐潛水艇走佬去澳洲。臨走前，佢講咗句令佢名留青史嘅說話 ：I shall return。留喺菲律賓嘅係7萬幾個困守巴丹半島彈盡糧絕嘅聯軍士兵。1942年4月，佢哋被逼投降。跟住發生嘅事係二戰太平洋戰場最黑暗嘅篇章之一，巴丹死亡行軍。
7萬幾個戰俘俾日軍壓住，喺烈日之下夾硬行咗100幾十公里，途中冇嘢食、冇水飲、冇藥醫，跌低嘅就俾刺刀插死，跟唔上嘅就地斬頭。行軍途中死嘅估計有1萬幾千人。日本佔領菲律賓3年，強徵勞役，糧食唔夠，反抗嘅人都俾人殘酷鎮壓。1944年，麥克亞瑟兌現諾言，親自帶領美軍殺返菲律賓，打響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嘅海戰——萊特灣海戰。之後美軍一島一島咁打上去。1945年2月喺馬尼拉展開激烈巷戰，日軍撤退前對平民大屠殺、強姦、斬首、監生燒死，估計10萬以上平民遇難。馬尼拉變咗二戰入面被破壞得最嚴重嘅城市之一，僅次於華沙。1946年7月4號，菲律賓共和國正式獨立，結束咗近400年嘅殖民歷史。獨立呢日放晒煙花，奏埋國歌，睇落皆大歡喜。但係所有老問題一個都冇解決到，土地集中喺少數家族手上，農村窮到窿，南部穆斯林問題仲未搞掂。日佔時期大批幫日軍做嘢嘅漢奸冇事逍遙法外，當中仲有唔少人變身繼續喺政界揾食。獨立後嘅菲律賓政治從來都係幾個大家族嘅遊戲，輪流出現喺選票上嘅無非係嗰幾個名。農村嘅絕望令到共產黨游擊隊壯大，呢班人叫虎克團，源自抗日游擊隊，戰後轉型做農民武裝。50年代初一度控制咗馬尼拉周邊幾個省，震驚全國。美國即刻介入，幫菲律賓政府用軍事加土地改革雙管齊下壓制叛亂。虎克團暫時平息，但孕育佢哋嘅土地不平等從未消失，日後轉化成菲律賓共產黨，直到今日仲喺叢林活動緊，係全球持續時間最長嘅共產黨武裝叛亂之一，打咗超過50年。政府輪流換，問題原地踏步，就係咁樣一個積弊深重嘅國家，一個新人物靜靜雞上場啦。第3章：獨裁、奢華與人民嘅憤怒。1965年，馬可斯當選菲律賓總統，佢型仔、能言善辯，仲有一段自稱二戰英雄嘅傳奇經歷。雖然之後證實大部分都係吹水吹出嚟嘅。佢老婆伊美代係著名選美皇后出身，兩公婆係當年全菲律賓最閃耀嘅政治明星組合。馬可斯起初都做咗啲實事㗎，大搞基建，聲望幾好。但憲法規定總統最多連任2屆，1972年任期就要完啦。馬可斯唔想走。同年9月，佢宣布全國戒嚴，理由係共產黨威脅。事實上，嗰啲威脅好大程度上係佢自己嘅人整出嚟，或者誇大咗嘅。戒嚴令之下，國會即日解散，反對派被捕，新聞機構被閂門，法院冇晒獨立性。一夜之間，菲律賓嘅民主俾人整熄咗。馬可斯喺戒嚴狀態下統治咗足足14年，前後控制菲律賓超過20年，係菲律賓現代史上最黑暗嘅年代。估計有7萬幾人被捕，3000幾人被殺，幾萬人受過酷刑。馬可斯建立咗個龐大嘅特務網，人人互相監視，嫌仔有賞，被告嘅冇得辯護。最令人驚嘅係一個臭名遠播嘅將領，佢手下以敲打逼供出晒名，被捕嘅人往往下落不明，家屬揾人都無門。與此同時，馬可斯家族開始咗史詩級嘅貪污大計。伊美代過住令人睇到眼都突埋嘅奢靡生活，每隔幾個月飛去羅馬、紐約、巴黎瘋狂 shopping， 帳單由國庫買。佢鍾意買鞋，買到冇晒數量概念。後來佢走佬，喺宮殿入面搜出超過3000對名牌鞋，變咗史上最出名嘅貪腐象徵。佢亦喺紐約、夏威夷、羅馬買豪宅、收名畫，幾乎將菲律賓中央銀行當成私人戶口。馬可斯嘅親信、軍官、生意人喺佢庇護下形成一個龐大嘅裙帶網絡，政府合約落入親信袋，國有企業變咗私人提款機。估計馬可斯家族任內貪污總額高達50至100億美元，係人類歷史上記錄在案最大規模嘅個人貪污案之一。菲律賓經濟喺70年代曾經有過一段增長，令部分人信咗呢一套體制係掂嘅，就算代價係冇咗自由。
但真相係嗰段增長嘅果實幾乎全部落入馬可斯嘅裙帶網。黃色壟斷企業控制咗椰子業、糖業、媒體、銀行，真正嘅市場競爭根本唔存在。農民辛苦耕種，收成要賤價賣俾指定嘅國營收購機構，轉手之間財富就流咗入馬可斯親信個袋。去到80年代，一切開始崩潰，外債堆積如山，經濟停滯，民怨沸騰。馬可斯本人亦病得好重，全民腎衰竭，要靠洗腎吊命，管治開始力不從心啦。就喺呢個時候，一個名出現咗，改變咗一切。艾奎諾，馬可斯最強嘅反對派，戒嚴初期就俾人捉咗，坐咗近8年監，後來流亡美國。1983年8月21號，佢決定回國。佢知有危險，但佢話菲律賓值得我死。飛機降落馬尼拉機場，艾奎諾俾武裝士兵壓落機，仲未踏上停機坪，一聲槍響，佢冧咗喺燃梯下面，個頭中彈，當場死咗。機場人員隨後帶走咗另一具屍體，話係刺客，但明眼人都睇得出嗰個係被臨時揾嚟頂包嘅。消息傳遍全球，馬尼拉爆發，超過200萬人行上街頭幫佢送殯。兇手係邊個，到今日都冇定論，但係菲律賓人都知係咩一回事。艾奎諾之死點燃咗導火線。佢遺孀柯拉容本來係個低調嘅家庭主婦，從未參政。佢喺老公死後變咗反抗力量嘅精神象徵。1986年，馬可斯迫於壓力宣布提前大選，柯拉容參選，着住黃色衫，攞住玫瑰，行運全國。選舉結果顯示柯拉容大幅領先，但政府官方計票機構喺計票途中突然宣布罷工抗議，因為俾人要求改數據。最終政府宣布馬可斯贏咗，全國憤怒。跟住落嚟嗰4日係菲律賓歷史上最傳奇嘅4日。2位將領率先反骨倒戈，市民湧上街頭，神父修女企喺坦克前面祈禱，老人家將啲嘢食遞俾啲兵哥哥，細路爬上裝甲車頂，將花插落炮管，一架又一架坦克掉頭走咗。馬可斯幾次落令清場，但冇人聽佢支笛。佢嘅空軍更喺最後時刻投向反對派。1986年2月25號深夜，馬可斯同伊美代喺黑暗中坐直升機離開總統府，流亡夏威夷。佢哋帶走咗20幾個行李箱，裝滿黃金、珠寶同現金。馬尼拉市民衝入宮殿，打開伊美代個衣帽間，影低嗰3000幾對名牌鞋嘅相，傳遍世界，變咗歷史上最具代表性嘅貪腐圖像。呢一場人民力量革命係亞洲第一場成功嘅非暴力民主運動，令全球都好感動，亦啟發咗之後韓國、台灣、東歐嘅民主浪潮。第4章，亂象、菲傭與漂泊嘅一代。柯拉容上台，菲律賓重回民主軌道，但係積落幾十年嘅問題唔係換個總統就可以解決㗎。土地改革叫咗幾十年，真正執法嘅少之又少。國會入面坐滿晒大地主，通過嘅改革法案永遠有足夠漏洞俾自己走位。軍隊政變威脅從未消失。柯拉容執政6年，遭遇超過6次政變失敗。共產黨游擊隊喺山區持續活動，南部穆斯林武裝深入唔埋就爆發衝突。90年代嘅菲律賓有過一段幾樂觀嘅時間，一度被稱為亞洲下一隻小虎。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將呢個美夢打碎啦。菲律賓比鄰國更難復原，因為結構性問題從未解決過。風暴之後，菲律賓政治跌入咗越嚟越荒誕嘅輪迴。一個動作片明星做咗總統，就職典禮上圍住佢嘅都係貧民窟居民。佢話要為窮人服務，但任內貪污橫行，搞到一鑊粥咁。喺彈劾審判進行途中，支持者衝入馬尼拉要佢留低，最終政府喺法律程序未完之前宣布倒台。呢一次被稱為人民力量2號，但係同第一次嘅道德高度差咗9條街，更似係一場鬧劇。接替佢嘅副總統係個管治能力強但冇乜個人魅力嘅女人，任內要應付不斷嘅政治危機，搞到精疲力竭。精英換精英，家族傳家族，普通人永遠喺門口度望。
就喺呢個大背景之下，有一個現象越嚟越變做菲律賓嘅標誌——菲傭。菲律賓海外勞工輸出其實早喺70年代馬可斯時期已經有政策支持，鼓勵菲律賓人去中東打工賺外匯，舒緩國內失業壓力。呢個政策喺馬可斯落台後唔單止冇停，反而越做越大，變咗歷屆政府嘅重要經濟支柱。估計有超過1000萬菲律賓人喺海外打工，相當於全國人口1成，散落喺全球100幾個國家。喺中東搭棚嘅地盤佬，喺英國嘅護士，喺郵輪上嘅船員，仲有喺香港、新加坡、台灣嘅家庭傭工。每年呢班人寄返屋企嘅匯款超過350億美金，佔菲律賓 GDP 約8%至9%，係最重要嘅外匯來源。菲律賓政府俾咗個好聽嘅名佢哋，國家英雄，聽落好感人，但係背後係一個好慘嘅結構性困局。點解要出去打工？因為留喺國內揾唔到足夠嘅嘢做，一係就人工少到喊。菲律賓嘅最低工資就算係馬尼拉都大約只係每日500披索，折合港幣唔夠70蚊，一個月大概2000蚊港紙。香港一個外傭嘅月薪差唔多係菲律賓本地工人3-4個月嘅收入。更深層嘅問題係教育同機會之間嘅結構性錯配。全國幾百間大學讀護理、讀工程嘅大有人在，但讀完之後國內根本冇足夠職位吸納，最有能力、最肯搏嘅人源源不斷咁流出去，留低嘅係一個人才流失嘅國家。對香港人嚟講，菲律賓人最親近嘅形象係嗰啲住喺我哋屋企嘅外傭，佢哋好多係後生女，來自菲律賓農村，抌低晒老公同仔女，一個人嚟到呢個語言不通嘅城市，一住就係6年10年。喺香港湊大人哋嘅細路，自己嘅仔女卻喺菲律賓由老人家湊。打電話嗰陣只可以話媽咪好快返嚟。每逢禮拜日係佢哋唯一嘅休息日，中環遮打道、維多利亞公園、天星碼頭附近，成千上萬嘅菲傭席地而坐，將個篋鋪開做台，煮飯、唱歌、打牌、video call， 嗰個場面既溫暖又心酸。喺異鄉夾硬逼出一小塊屬於自己嘅空間，只係想喺7日入面嘅其中1日做返自己。呢種喺香港人眼中見慣見熟嘅景象背後，係一個幾十年嚟都解決唔到嘅國家困局。第5章，槍聲與血腥。2010年8月23號，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冇可能忘記嘅日子。嗰一日，一名曾受警方不公平對待、被革職嘅菲律賓前警察喺馬尼拉市中心嘅黎薩公園持槍劫持咗一架載住25名香港遊客嘅旅遊巴。單嘢持續咗幾乎成日，談判斷斷續續，最後因為劫匪個細佬被捕，情緒激動，悍然開槍。菲律賓警方強攻，但行動亂七八糟，警察冇受過適當嘅反劫持訓練，衝鋒嗰陣甚至連車門都開唔到。喺全球直播鏡頭面前雞手鴨腳，當槍聲停低，車廂入面8名香港遊客死咗，好多人受傷。更令香港人火滾嘅係事後菲律賓政府嘅態度，道歉遲遲唔嚟，追究責任拖得就拖。幾名涉事警員最終獲判無罪或者輕判。菲律賓政府始終拒絕正式道歉，拒絕賠償，拒絕追究失職人員。香港社會怒火中燒，民間自發抵制菲律賓旅遊，港菲關係跌入多年冰點。呢件事係一個縮影，佢反映出菲律賓政府系統性嘅失能，警察訓練不足，危機應對混亂，政治問責缺席。呢啲問題唔係一朝一夕，而係幾十年積落嚟嘅系統性腐爛，亦正正係呢種腐爛，為幾年後一場政治地震埋低咗引線。2016年，杜特爾特當選菲律賓總統，佢係達沃市嘅長期市長，講嘢粗魯，開口埋口都係粗口。競選承諾只有一個，搞掂毒品。菲律賓嘅毒品問題確實好大鑊㗎，廉價冰毒沙壩喺貧民窟泛濫，相關犯罪侵蝕咗社會每一個角落。佢自己曾經公開講過，如果揾唔到人解決問題，佢會親自出手。呢種話對喺長期受治安問題困擾嘅基層市民嚟講，唔係威脅，而係承諾。佢以壓倒性優勢贏咗。上任嗰日，毒品戰爭隨即開打，警方宣布任何拒捕嘅毒販都可以當場擊斃。頭幾個禮拜，街頭每日都有屍體，
通常係天光前出現喺路邊，側邊放住塊紙牌，上面寫住我係毒販，咪學我。殺法之快令全球震驚，最終估計超過12000人喺所謂緝毒行動中死咗，當中好多係警方執法，另一啲係唔知身份嘅槍手做嘅。被殺嘅幾乎清一色係貧民窟居民，係社會最底層。富貴人家嘅毒蟲從來冇人上門。有人權組織做過統計，被殺者超過70%住喺棚屋區，當中大批連正式毒品記錄都冇，只係鄰居舉報或者個名出現喺一份唔知邊度嚟嘅名單上，就咁一命嗚呼。國際社會強烈譴責，聯合國話呢件事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杜特爾特嘅回應一如既往，叫奧巴馬食屎或者死開，對歐盟舉中指，宣稱要抌低美國轉投中國。但喺菲律賓國內，佢嘅民望長期高企超過70%，因為大量菲律賓人，特別係中下階層，係真係頂唔順毒品，頂唔順犯罪，頂唔順嗰啲淨係識講好說話，但係乜都解決唔到嘅精英政客。杜特爾特俾咗佢哋一個簡單直接睇得到嘅答案，就算嗰個答案係血淋淋嘅。呢種心態並唔係菲律賓獨有，嗰幾年全球各地都出現咗類似嘅強人政治現象。菲律賓只係行得更極端。任內另一爭議係佢喺南海問題上嘅立場。菲律賓早喺2016年已經喺海牙仲裁法院贏咗，確認中國嘅九段線主張違反國際法，係菲律賓嘅重大外交勝利。但係杜特爾特幾乎完全無視呢份裁決，主動向中國示好換投資。我會帶部影印機印100份裁決書，然後掉入廢紙箱。佢咁樣講。中國嘅承諾好多最終冇兌現，菲律賓漁民喺爭議海域繼續俾中國海警船騷擾。第6章歷史嘅輪迴。2022年5月，菲律賓舉行總統大選，結果令全世界跌眼鏡。小馬可斯就係當年獨裁者個親生仔，以超過3100萬票嘅壓倒性優勢當選總統，係菲律賓歷史上最大嘅勝選差距。副總統由杜特爾特個女莎拉當選，兩個政治王朝合體執政。獨裁者個仔加鐵腕強人個女。1986年拜拜總統府嘅嗰個家族，36年前走咗，今日翻咗嚟，點可能㗎？最關鍵因素係系統性嘅歷史重寫。馬可斯家族多年嚟大規模投資社交媒體宣傳。YouTube、Facebook、TikTok 上面充滿大量影片，將馬可斯時代美化成菲律賓嘅黃金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秩序井然，而戒嚴、酷刑、失蹤、貪腐就俾人輕輕帶過，甚至否認。新一代菲律賓人從未經歷過戒嚴歲月，喺演算法餵俾佢哋嘅懷舊片入面長大，對馬可斯時代嘅印象係浪漫化嘅歷史相，而唔係受害者嘅眼淚。另一個原因係選民對現有政治精英嘅徹底失望。艾奎諾家族嘅人做過總統，民主派精英亦執過政，但係窮照舊，貪照舊，治安照舊，後生仔照舊揾唔到好工。投俾馬可斯，某種意義上係一種憤怒嘅表達，亦係一種絕望嘅賭博。反正換嚟換去都係咁，不如搏一鋪，話唔定換個人真係唔同呢。而小馬可斯本人亦成功塑造咗一個溫和、包容、向前望嘅形象，刻意淡化自己老豆嘅歷史包袱。佢笑笑口，講住統一和解嘅說話，睇落比杜特爾特容易相處。喺一個被政治憤怒同社會疲倦煮咗嘅選舉入面，呢種形象本身就係一種優勢。上任之後，小馬可斯喺外交上行咗一條完全唔同嘅路。佢修復咗同美國嘅關係，喺南海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立場，多次公開指責中國海警船嘅挑釁行為。菲律賓漁船俾中國船隻用水炮趕、用鐳射射嘅片，開始頻繁出現喺國際媒體。馬尼拉選擇咗等世界見到呢啲片，而唔係將佢哋禁咗佢。但係馬可斯家族欠菲律賓人嘅幾百億美金贓款，到今日1毫子都冇還過。伊美代喺2018年曾經被法院裁定多項貪腐罪成，但係到今日仲係自由自在咁出席社交活動，坐定定喺個仔嘅就職典禮上面，滿面笑容向大眾揮手。
菲律賓嘅選民一係原諒咗佢，一係唔記得咗佢，一係就根本就唔在乎。呢一點本身已經係一個令人深思嘅答案。今日嘅菲律賓係一個充滿矛盾嘅地方。馬尼拉嘅博尼法西奧環球城係東南亞最現代化嘅商業區之一，高樓大廈、精品咖啡、電動車穿梭其中，外表光鮮亮麗，同新加坡首爾有得揮。但坐車離開商業區唔使20分鐘，通常係另一個世界。棚屋用木板、鐵皮搭埋一齊，幾個家庭共用一個廁所，細路喺垃圾堆側邊玩，污水渠沿住巷仔流。全國有接近20%人口活喺貧窮線以下，少數幾個家族掌控住全國大部分財富，底層農民幾十年嚟一直原地踏步。政治王朝依然牢不可破。馬可斯、杜特爾特、艾奎諾、比內呢幾個名幾十年嚟輪流出現喺選票上，父傳子，子傳女，間中兩個家族聯姻，政治同血緣糾纏不清，外人想入局幾乎冇可能。地方選舉入面，派錢買飛係公開嘅秘密。喺選舉日前幾日，1袋米、幾百披索可以換到1張選票。而喺連開飯都成問題嘅地方，呢種交易係現實嘅選擇，亦係成個制度得以延續嘅底層邏輯。天主教會嘅影響力依然超過任何一個世俗機構。離婚到今日喺菲律賓仲係非法，全球除咗梵蒂岡之外，唯一仲係禁止離婚嘅地方。墮胎非法，家庭計劃教育被教會阻撓多年。人口持續高速增長，但社會服務遠遠跟唔上。氣候變化對菲律賓嘅衝擊係全球最嚴重之一，平均每年有20個颱風吹過呢個群島。2013年嘅超強颱風海燕造成超過6000人死亡，係菲律賓史上最嚴重自然災害之一。海平面上升、珊瑚礁白化、農業協收，最前線受衝擊嘅永遠係嗰啲本來就活得最艱難嘅人。而嗰啲最有能力為呢個國家帶嚟改變嘅人，依然一批一批咁離開，去照顧人哋嘅細路，去起人哋嘅城市，然後每個月將錢寄返屋企，支撐一個佢哋自己都唔係完全相信嘅國家繼續運作。菲律賓係一個充滿矛盾嘅地方，呢度嘅人係全世界最熱情、最有生命力嘅民族之一，笑聲、音樂、嘢食喺任何場合都見到。就算喺最窮困嘅環境，都能夠笑住面對。菲律賓話有一個詞叫 Baelana， 大概意思係聽天由命，船到橋頭自然直，係一種由幾百年苦難入面長出嚟嘅豁達。外人睇落可能覺得呢種態度有啲消極，但對一個經歷咗殖民、戰爭、獨裁、天災嘅民族嚟講，能夠笑住繼續行落去，本身就係一種了不起嘅生命力。但呢種豁達有時亦係麻木嘅面具。幾百年嘅殖民將菲律賓人訓練到聽聽話話、忍耐、往外走。獨立咗幾十年，政治上從未真正由普通人話事，精英換精英，王朝傳王朝，選票變咗一場每幾年做一次嘅大龍鳳，結果往往一早定晒。最能夠改變命運嘅路，唔係投票，係走人。佢哋送出最好嘅女去異鄉照顧人哋嘅細路，送出最勤力嘅仔去中東頂住烈日搬磚，然後用嗰啲血汗錢維持一個運轉不靈嘅國家繼續轉。呢個國家靠佢哋養住，卻從來冇真正為佢哋改變過。而嗰個當年被群眾趕走嘅獨裁者個仔，今日坐返喺佢老豆坐過嘅嗰張凳上面。坐喺台下嘅係當年親手將佢老豆趕走嗰代人嘅仔女，攞住電話幫佢影相，幫佢拍手。歷史就係咁樣輪迴噶。好啦，今集點解歷史講到呢度？如果你鍾意今集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頻道。下次再見啦！